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1月13号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诗篇89篇第5节到37节，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，使徒行传第8章第4节到第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差遣。每一位先知以及受上帝呼召差遣的人都有着不同的原因、不同的因素以及不同的经历。以赛亚先知是经历了火红的炭洁净了他的嘴，而撒母耳则是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了上帝呼召的声音。今天我们的旧约经文谈到了先知耶利米，他受呼召蒙差遣的一个情境，也是非常的特殊的一个经历。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这样记载道：上主对我说，在我赐生命给你以前，我已经选召了你。你还没有出生，我就指定你做万国的先知。我回答，至高的上主啊，我太年轻，我没有口才。但是上主对我说，你不要自以为年轻，尽管到我差派你去的人当中，向他们宣布我命令你说一切的话。你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保护你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于是上主伸手摸我的嘴唇，对我说，你看，我把你该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。我今天授权给你，你要向万国万民做根除、拆毁、破坏、推翻、建立和栽培的工作。上帝他不但提到了如何呼召耶利米，也提到了呼召他的时间点，更提到了差遣耶利米先知的工作及目的。可以说是在最短的经文篇幅当中，完整的提到了一位上帝仆人的呼召计划以及差遣的工作内容。初代教会建立的时候，不但是有12位使徒一起的服侍，更有许许多多因为害怕被祭司、法利赛人、经学士以及长老们迫害而分散到各地方去来传福音的人，他们来分享、来宣扬基督，令人归主。使徒行传第8章第4节到13节记载了耶稣的门徒腓利，他受差遣去传福音、行神迹、领人归主的工作。其中也记载了一位并没有领受上帝呼召以及差遣，并且自夸自大、行邪术的西门。他不但是领受了洗礼，也对腓利的工作感到非常的好奇。因为腓利他有上帝的呼召及差遣，因此他的服事就有了上帝的能力的同在。那些分散的信徒到各地去传福音，腓利到撒玛利亚去，向当地的人宣讲基督的事。群众都聚精会神的听腓利所说的话，他们一边听一边观看他所行的神迹。有许多人被污灵附着，那些污灵大声呼叫，从他们身上出来。还有许多瘫痪的、跛脚的也都获得了医治。撒玛利亚城里充满着喜乐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，他的邪术曾经在撒玛利亚居民当中造成轰动。
他也自己以为了不起，城里各阶层的人都留心听他的话。大家说这个人有上帝的能力，是大能者，因为他长久用邪术迷惑他们，所以他们听从他。但是呢，当他们信了腓力所传关于上帝主权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时，男男女女都接受了洗礼。西门自己也相信了。他受了洗之后，常常跟着腓力在一起，看见腓力所行的大异能和神迹，他自己都觉得非常的惊奇。诗篇89篇第5节到37节，篇幅比较长，请兄姐自己来研读。谢谢主呼召人来蒙福，也差遣人成为福音的工人，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全心全意的服侍，让上帝的能力彰显，使人乐意归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